竟然有啲粵語 KOL 竟然大字標題大字標題話呢個 Donald Trump Taco 又係講咗唔做，我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咯！即係咪 TDS 仇侵仇到上晒腦燒壞腦啦？真係唔明白呢樣嘢。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呢個 channel 將係分享一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日呢片咧，終於要同大家講啦，Donald Trump 買格陵蘭啊！呢條片咧，其實應該喺48小時之前已經要出㗎啦。咁啊喺48小時之前咧，我出一條片咧，就呢個鬧爆左傾記者。咁啊喺拍完嗰條片之後咧，我就發現咗呢單新聞，當時啱啱爆出嚟。我本來諗住咧就連隨拍埋嘅，但係已經係凌晨3、4點，冇可能啦。諗住等瞓醒覺先搞啦。終於等咗喺呢個20小時之後，我拍即係正式開拍啦。點知嗰日咧就唔係狀態，把聲唔係狀態，即係昨晚咁啊，我文章寫起咗啦，我已經係將佢最後咧就搞咗幾個鐘頭，搞唔掂咧，我就將段文章擺咗喺慎思明辨個 channel 嗰度發咗成篇完整嘅文章，有啲朋友都睇咗㗎啦咁啊 OK， 今日咧就諗住即係文章都寫咗咯，來也來了啦，終於咪拍咯。點知拍完之後發覺支咪出咗問題，冇收音。所以呢個咧係第3個 version 咧，第3個版本啊。但係唔緊要，今日係有啲新發展嘅，係咯，同大家講下啲新發展最新發展就係 Donald Trump 都仍然係唔滿意嘅。嗱，雖然咧喺呢個喺大會度，佢係同呢個歐盟呢個講掂咗數，就諗到一個方法，就 Donald Trump 就攞到呢個格陵蘭嗰個軍事設施嗰個建築喺嗰度就擴展佢軍事用地，仲有個永久使用權咁啲資源都好似係優先俾佢開發嘅。但係呢樣嘢就應該係搞掂咗㗎啦。但係 Donald Trump 竟然傳出個新嘅消息，佢仍然諗住將格陵蘭成個買起佢。今日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呢個點解佢要買起嘅話，佢用咩方法買起佢咁咧就 OK， 我覺得呢單新聞咧始終有啲奇怪嘅。奇怪嘅地方就係 Donald Trump 話呢個要買格陵蘭。其實好坦白講，就唔係 Donald Trump 一個原創㗎啦，係咪？佢邊係咁叻係咪？即係睇翻轉頭，我其實啲片出咗㗎啦。喺歷史上咧，美國已經喺唔同時代咧有唔同嘅總統就提出過買格陵蘭，即係話咧喺美國個戰略考慮啦，所謂就格陵蘭咧對美國係重要嘅。百幾年前佢咁諗㗎啦，當時買完阿拉斯加之後咧就已經諗住買埋格陵蘭㗎啦。當然呢件事咧一直係冇成事。甚至佢開過價錢㗎啦，但係當時嘅丹麥咧係一直係唔肯賣嘅。百幾年過咗去啦直到2次世界大戰Donald Trump最近先爆出嚟嘅，我即係歷史都唔係太熟竟然原來喺2次大戰嗰陣，丹麥喺6個小時就失守，即係冇辦法啦，即係個國家唔係太強啊嘛，俾德國一打6個小時就投降啦。美國嘅連隨咧就即係。應該話喺呢個丹麥嘅默許底下啦，就上咗格陵蘭嗰度，同佢插支旗喺嗰度，就同佢睇住嗰度。應該話即係美國又佔據咗嗰度啦。終於咧就喺嗰度咧就戰後就建立咗個軍事基地，一直到而家。事實上咧，Donald Trump 咧亦都係早兩日都講過㗎啦，佢好後悔美國點解當時會俾翻丹麥咧，霸鬼埋佢咪算咯，橫掂佢都戰敗，即係唔係戰敗咗，已經係俾人打咗咯咁樣。但係美國就將佢交還翻俾丹麥，但係呢個軍事基地繼續喺嗰度，喺嗰度做啲咩咧？保衛呢個呢個係歐洲亦都係保衛住嗰度嗰個位置，唔好俾人哋侵佔一直到而家幾十年啦，美國喺嗰度都有軍事基地。Donald Trump 咧，即係我其實最後一條片咧，就想拍佢點解要買嗰度嘅。即係美國要攞到嗰度，但係問題唔使講啦，而家大家知啦即係好多其他嘅 channel 都講咗啦。佢係一個戰略嘅考慮，特別係10年前中國提到佢都係呢個叫咩近北極圈嘅國家，近北極國家亦都係將佢嗰個發展到去呢個格陵蘭已經喺上高有建設有投資有成。美國睇住嗰個位置。到嗰度係相當重要，所以佢係要攞到嗰度為止啦轉頭再解釋呢樣嘢總之成件事咧，就我覺得咧就Donald Trump一開始咧就話買格陵蘭咧，其實咧只係一個
口頭噏嘅啫，佢係要攞到格陵蘭個控制權，實際上喺嗰度做到一個更加擴展嘅軍事設施，而唔使同呢個丹麥申請。咁啊，佢要做呢樣嘢，佢當然以佢講法就唔單止保衞到美國嘅，亦都保衞到呢個加拿大同歐洲啦嚇。咁點解喺而家咁鬼重要咧？因為北極其實係全年冰封嘅，過去嗰段日子其實都係啲探險家去嘅啫，根本係破冰船都好難破得到嘅，根本嗰度唔係一個可以通行嘅航道，係完全係嗰個係一個探險科研先去嗰啲地方嘅啫，冇可能嘅。但係問題原來呢個喺地球暖化係真嘅喎，咁嗰度咧嗰啲冰咧就開始有啲係融，咁導致出現咗咧係一年之中咧有某啲時間咧係比破冰船容易呢個，咁啊就有可能咧就成為一條航道，呢條航道咧就可以咧更加容易喺世界嘅另一邊，就唔係喺正常嘅海洋過，喺北極嗰邊過。咁嘅情況底下咧，好嗰邊諗就貿易嗰啲商船容易過啫，唔好嗰邊諗啲軍隊就可以喺嗰度過噶嘛。所以美國就覺得更加重要就喺格陵蘭嗰度做一個軍事要塞，喺嗰度加強嗰個防衛，包括係航道同埋飛彈上高天空嗰啲啦。所以咧就喺嗰度要建立更加多嘅呢個係雷達之類嘅嗰啲嘢啦，成個呢個即係防衛系統要係擺嗰度，保衛美國優先啦。咁啊順便隔離嘅加拿大保衛埋佢啦，另一邊嘅歐洲保衛埋佢啦，所以係相當重要嘅。但係問題係歐洲國家就冇理解呢樣嘢。其實呢件事笪地咧就格陵蘭，即係格陵蘭呢笪地咧就丹麥嘅。咁啊其一係美國同丹麥兩個國家之間嘅事，但係由於係丹麥係歐盟啊嘛，所以成個歐洲。即係成個歐盟國家都覺得同關自己事，所以咧呢單嘢當初一開聲話買呢個丹麥一開聲話求救，咁啊嗰啲國家啦就即刻撲出嚟啦，就覺得喂Donald Trump你恰人喎，確實喺佢哋心目中咧大部分都有 TDS 嘅，我諗佢哋都而家Donald Trump恰到呢個歐洲國家丹麥開到聲啦，咁啊大家要一齊要派兵上個保衛啦，當然係象徵式㗎啦，係咪？咁啊當然成單嘢就一揦着咗，Donald Trump就興，一興嘅話就加關稅 10%， 6月之前搞唔掂就25%，落唔到台一嗌出嚟嘅話咧，咁啊知衰啦，德國即刻拉大隊走先，海空三軍一次過走晒，都係10零人啊，即係唔係好多。噏嘅啫，咁 OK， 英國咧就派一個兵去，都係派咗去啦。咁點收科咧？佢又擔心即係司機然擔心，喂辣得太大喎，叫大家唔好咁緊張，唔好即刻要報復，因為佢明知一報復 Donald Trump 嘅話咧，嗰啲就加碼㗎啦，叫大家唔好做，呢個都係有少少跪低啦咁法國總統我另一條片都講咗㗎啦。OK， 表面上就鬧到 Donald Trump 啪聲，私底下就叫喂 my friend， 大家食餐飯傾佢啦。咁Donald Trump都係唔睬佢啦咁8個上岸嘅，即係登陸呢個格陵蘭嘅國家，有3個大啲嘅國家就跪咗啦，剩翻5個企喺度，唔知點算，落唔到台啊，唔知點算。OK， 咁事實上咧，美國實際上係要格陵蘭做啲咩咧？好明顯佢係需要做一個軍事用地擴展，加個永久使用。咁呢次終於咧就喺呢個北約安排底下出頭啦，幫佢就代表丹麥咧就講掂數。丹麥咧都迅速攞呢次機會做一個下台階OK，將個地俾咗Donald Trump 俾你使用，主權都仍然係丹麥嘅，面就攞足晒啦，即係保留足晒個面子啦。Donald Trump 咧淨係攞嗰個軍事擴展個使用權，但係咧個期限咧係永久嘅。呢次講到好清楚啦，明文係永久嘅。但係大家都以為呢單嘢已經講掂數啦，塵埃落定啦。點知呢單新聞完咗之後幾個小時，竟然出咗單新嘅新聞。呢啲係大報主流媒體都係咁報導嘅。幾小時之後就爆出一單新嘅新聞，就 Donald Trump 原來係未放棄全面擁有格陵蘭。原先咧有啲 KOL 都講㗎啦，Donald Trump 就係零元購，唔使俾錢就買到格陵蘭。實際上咧，正式解釋咧，佢只係攞到個軍事用地嘅擴展，但係永久嘅，嗰度都算係美國嘅，即係名義上嘅領土。實際上當然喺法律上唔係啦，嗰度仍然係丹麥嘅。但問題即係美國用咧，丹麥就唔會干涉佢，亦都唔使同丹麥講，就係咁解嘅啫。當然亦都講過嗰啲地下嗰啲稀土啲資源開發啦，就美國優先嘅。但係喺啲冰
層底下要開發呢啲嘢係相當困難嘅。OK， 所以咧傳出嚟咧 Donald Trump 咧仍然原先曾經漏過出嚟嘅，佢冇正式講過啊，漏咗出嚟嘅就話每位呢個格陵蘭居民每位用10萬美元同佢買咗呢個所有權。而家咧就新嘅消息嘅話咧，加碼加10倍，加到100萬美元，哇，相當重手啊！每人100萬美元。如果係日後格陵蘭嘅居民喺公投獨立嘅時候能夠支持加入美國成功嘅話咧，就每人有100萬美元，哇！個個即刻變呢個100萬富翁啊，美元喎，仲要係即係呢個係幾多啊？780萬港幣咁上下啦嚇。咁當然呢單新聞咧係白宮就冇正式確認嘅，而家只係消息人士稱嘅啫。所以咧都仍然我相信係一個談判嘅一個後備選項，而家被爆咗出嚟啊。咁呢單嘢咧就講到似層層啦嚇。當然而家雖然係呢單嘢就已經係塵埃落定，叫做 settle 咗㗎啦，但問題咧好奇怪，喺某啲 KOL 嗰啲網即係嗰啲片嗰度咧睇到佢哋講法咧，哇 Donald Trump 又 tackle 啦，講好咗明明要加呢個歐洲國家 10% 關稅㗎嘛，竟然縮沙喎。我唔知點解佢哋個腦袋係咁解讀嗰件事。明明呢個10% 關稅係要嚟因為佢哋係唔支持 Donald Trump， 即係唔支持美國要獲得呢個格陵蘭嗰個即係呢個係使用啦之類啦嚇。而家佢哋有方法解決咗啦，件事係完咗㗎啦，即係喺現階段就完咗㗎啦，雙方面都有下台加下咗台㗎啦。當然如果解決咗嘅話，原先講嗰啲威脅嘅條件，咁當然係要收翻佢啦，即係撤銷佢啦。你咁都話佢係 tackle， 所以呢啲仇侵仇到即係上晒腦啊！真係咪發燒燒到燒壞腦啊！真係真係 OK， 真係唔知點解啦。OK， 講翻假如如果一開始你係用一個諗法就話 Donald Trump 必須要買到格陵蘭，否則佢就係失敗唔成功咧，真係你睇唔到呢個生意佬做法。坦白講 ，Donald Trump 係一個相當奸嘅生意佬嚟嘅，10個做生意係9個奸㗎啦，冇辦法。佢咁成功做生意，當然係相當奸㗎啦。永遠都係你唔好信晒佢，把口噏出嚟，老友好朋友，結果分分鐘同佢即係撐得最行係嗰啲，佢個個都話老友㗎。係咪？你實際上做生意見到人家嘻下握下手㗎啦，做過大生意都知㗎啦，係咪？食4方飯㗎嘛，係咪？有啲咩嘢自己再計數咯，係咪？佢高調話出買格陵蘭，重點佢未必一定要攞個主權，佢唔係亂講嘅，佢係要攞到一啲嘢，但係佢攞嘅過程，佢將呢個要求推到極致。OK， 最後都爆出嚟啦！丹麥你都守唔到㗎啦，係咪 ？OK， 歐洲亦都係冇資源俾佢守，佢話到明歐洲都唔理嗰度㗎。你嗰度嗰個戰略位置咁鬼重要，但係歐洲竟然係派幾廿個兵去守，即係你諗下，你傳出啲咩信息俾俄羅斯知道啊？原來你守住格陵蘭都係派幾廿個兵嘅，哇！即係嗰度一攻就冧㗎啦，係咪？北約坦白講，而家北約嗰個防衛都要靠美國。咁你假如而家美國話喺北約度抽走 ，OK， 甚至退出，哇！咁北約真係冧得㗎咯，冇㗎咯。咁所以喺咁嘅階段嘅話咧，歐洲國家就講掂數。喂，真係丹麥，你係咪應該即係做一啲讓步咧，妥協咧？係咪？橫掂你都嗰邊都係獨立㗎啦，係咪？得公投你又冇㗎啦，係咪做個順水人情啲剎那，俾佢使用權就算數咧咁樣？基本上咧，Donald Trump 做生意人咧就乜都講到盡。乜都講到盡，所以咧歐洲國家個別就冇得傾，而家就攞咗歐盟出嚟，攞咗 NATO 出嚟北約攞咗出嚟做呢個即係代表人去做一個和事佬，就咁解啦成單嘢咧就當然 Donald Trump 亦都係把口亦都係唔收嘅所以攤晒出嚟，歐洲每個國家俾佢啪咁拍㗎啦，即係話你哋班友係完全係。即係顧唔掂呢度嘅，美國唔係幫你做防衛嘅話，你根本係搞唔掂。所以佢開始用嗰個開天殺價話要買格陵蘭咧，實際上咧係製造緊恐慌，使到佢提升到最高級別，然後就到時就同你慢慢講價，降低啲嘅話咧，你可能要低啲條件你都肯賣，即係等於即係舉例一加關稅，話加到100%，最後減到50%。喺心態上覺得，哎呀好啦，終於唔使100%啦，50%殺咗佢啦。
OK， 或者30%殺咗佢啦，已經覺得嚇皇恩浩蕩啊，結果其實呢個30%都係無中生有生出嚟嘅，做生意真係相當艱啊嚇。咁啊，當然喺輿論而家都仍然有啲人係咁講噶，喂 Donald Trump 你都冇攞到主權喎咁樣嚇，北約嚇而家亦都係冇事啦，搞掂咗啦，你係咪即係話咗就做又唔做？記住佢淨係想攞嗰度能夠係擴展佢嗰個防禦系統，而家已經搞掂咗啦，決定咗將北約。北約決定咗將格陵蘭交俾佢，成個北約嘅防務都交咗俾美國啦，講掂咗數啦，咁咪已經成件事 settle 咗咯，係咪？咁呢個就係佢哋做生意嗰個咧，將件事拱到最盡，開天殺價，落地還錢，最後大家以為次一級，各人有一個台階可以落，有得讓步嚇。咁啊當然啦，實際上咧喺歐洲呢次咧，我覺得佢真係冇得揀嘅。即係事實上咧，假如你喺個歐洲嗰個防務上高，你唔係靠美國嘅話咧，俄羅斯同中國係繼續向呢邊擴張，佢哋係歐洲係完全冇能力阻擋嘅。嗱，科研嗰啲過咗嚟㗎啦，航道打通咗啦，資源嘅話佢過嚟就會攞到㗎啦。你諗下，即係你底下嗰啲即係破冰船就破到過嚟嚇，潛艇可以底下過嚟，你歐洲呢邊咧就中門大開㗎啦。歐洲自己係守唔到嚇。特朗普呢次確實嗱，你話佢係把口衰，但係佢確實係冇具體派兵嚟威脅啊，都未出兵係咪？實際上佢都話啦，喂，出兵你哋講嘅啫，我冇親口講過喎，即係你哋估下啫。當然啦，唔知邊個放料啦嚇。咁啊，而家就好啦，喺呢個 NATO 嘅框架底下。北約咧用一個係安全嘅理由交咗俾美國做主導，咁啊丹麥繼續保留嗰個國家嘅主權只係將嗰個軍事嗰個保衛嘅權交咗俾美國啫，咁啊所以咧就成件事就 settle 咗。咁啊 OK，咁啊當然啦，最興奮嘅就係呢單新聞一爆出嚟幾個鐘頭，就竟然係有主流媒體報導 Donald Trump 傳出咗有消息人士話佢哋而家預備同呢個格陵蘭嘅人民傾每人100萬美元，咁即係個個即刻做百萬富翁噶咯，仲係美元添喎，係咪780萬港幣啦？咁啊邊個有即係邊個人可以抗拒呢個條件啦？嗱，舉例如佢原先格陵蘭嘅人民嗰5萬幾啫，4萬到6萬之間啦，5萬零啦，就當佢5萬幾人，本身佢同丹麥個即係主體地方嘅丹麥人都唔係一個好嘅關係。確實佢只係一個屬土，即係一個地方嘅殖民，即係唔係殖民地方屬土嘅，呢個算係一個以前嘅殖民地，而家屬土啦。咁啊，基本上咧嗰度85%都係呢個即係一個佢哋嘅民族啦。咁啊，確實一個獨立嘅民族，有自己嘅語言，有自己嘅文化。咁啊，佢哋如果日後要投票公投脫離咗丹麥，咁佢係咪可以有好多人都願意？橫掂都脫離啦，有人派100萬美元俾佢攞埋美國嘅護照，入埋美國嘅國籍，佢哋點解唔制咧？係咪？當然啦，到時都可以同美國傾嘅，亦都係繼續保留呢個格陵蘭嘅獨立，不過只係俾美國託管咁解啫。分分鐘咁都可以派到100萬，你話制唔制啊？我覺得應該係機會都好大咯。咁當然呢個就係佢哋嘅事啦，與我無關啦嚇。我記得咧，即係早幾日咧，有人喺小紅書嗰度提啦，即係呢個傳出嚟，因為我冇睇到啊。佢話：假如呢剎那未經點咧，最好嘅方法想移民歐洲、移民美國咧，sorry， 移民美國咧，最好嘅辦法咧，即刻即係攞錢去移民去格陵蘭，好似話2萬蚊美金就搞掂㗎啦，移民格陵蘭。OK， 你成功之後咧，你就即刻可以申請埋呢個歐洲呢個護照，即係丹麥啊嘛，成為歐洲嘅護照。到時咧，美國一收購嘅話咧，你就有錢袋而都攞埋美國護照咧，幾鬼正啊啲招啊！咁當然啦，呢個講笑咁講啫，呢個即係我覺得有少少天方夜譚啊。但係確實好多呢個世界好多天方夜譚嘅嘢咧，都唔係冇可能嘅。OK， 我覺得最冇可能咧就係竟然咧就呢單新聞咧就由呢個北約出面，丹麥就即係妥協，美國就攞到佢要攞個嘢，成單嘢就叫做雙方面都攞到下台階，搞掂一件事。美國確實攞到呢個軍事用地，一個自己軍事用地冇限期，因為咁佢先至收翻嗰個10% 嘅關稅。香港竟然仍然唔係香港啊，竟然仍有啲粵語 KOL 竟然大字標題大字標題話呢個 Donald Trump Taco 又係講咗唔做，我覺得真係不可思議咯！即係咪 TDS 仇親仇到上晒腦燒壞腦啦？真係唔明白呢樣嘢
唉，真係 OK。好啦，到此為止啦嚇，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腎絲明辨 channel。嗱呢條片咧，我都確實咧，由於呢段稿咧寫咗已經係48小時㗎啦，咁喺時間性上高咧，我真係覺得咧係遲咗啲嘅，係對大家唔住嘅。不過我剛才都交代咗啦。即係我係有原因嘅，咁啊真係呢次有過失，但係呢篇稿咧，其實喺24小時之前咧，我就已經擺咗喺呢個腎絲明辨 channel 嗰度啦，所以希望各位都可以 like 我腎絲明辨 channel 嗰邊。如果你而家喺攝影讀白 channel 睇緊嘅話，因為點解咧？有時我都會將啲廣告嘅文章完整地擺喺嗰度嘅，我冇擺喺 Patreon 嗰度㗎嚇，我未開 Patreon。如果擺喺嗰度嘅話，第日可能要收費先睇到啦。但係如果我擺喺呢個YouTube 嗰度，將成個文章發出嚟，你就如果喜歡睇文字嘅話咧，你可以睇見我呢個分析嘅文章點寫咯。好嘛，OK，多謝大家，拜拜。